第二个消息来关心的是，这屏东万丹的红豆即马当咧种，也毋过大量的青皮豆丁咧煞走来甲偷食，这是影响到农作物的成长。屏东县的议员洪宗基，也有工作人员出动，短4点外钟，就掠到140只的青豆丁，这嘛显示生态的状况是愈来愈严重。上面都是绿鬣蜥，下底就是牧草园，嗰类就是农田，你看，遐规个。 树电一照落，树仔顶袂少只青豆丁咧休困。屏东县议员洪宗基半暝带工作人员做伙掠青豆丁，对暗时8点开始到半暝12点外，总共掠到140只青豆丁，佮拢袂细只，有的甲人差不多悬，数量足惊人。红豆期又来了，在这之前移除当中，是不是有一些落网之鱼？导致它的繁殖能力又越很强，因为是农民有通报。 伊拢会去我服务处通报，通报登记了，伊会甲我讲因的所在伫对搭。即马当时万丹红豆的种植季节，青豆丁拢会甲红豆叶食了，影响种植，农民拢足无奈，只好找议员斗骹手。议员表示，这几年感觉青豆丁愈摊愈济，只要到农民种植的时节，青豆丁就会开始找食的，互农民足困扰。希望县府会当加强拉捕的力度。林保署呢，从去年11月开始宣布可以开放民众呢受训过后，可以来加入移除的行列。屏东县政府农业处这边也预计在10月份来开办115年度的教育训练，预计招募800名受训民众。 县府农业处表示，青豆丁去年掠42000只，今年已经掠超过74000只，总量有可能会超过10万只。统计屏东县这几年已经掠超过20万只的青豆丁，为着让更较侪人加入行动，县府伫去年就有开训练课，鼓励民众参与。记者柯永哲，屏东报道。